同大家挖到一套抵到爆嘅單層獨立屋，總價先至105萬，在爾灣大地盤真係好少見，呢種選盤一出嚟，分分鐘俾人搶晒。全屋單層設計，低地稅、低 HOA， 隔離超市、餐廳樣樣齊。室內1420尺，地塊有成5400尺，前院非常之闊落，後期擴建都有大把空間。入嚟見到大廳四正通透，全日採光充足，餐廚區域空間較細大，後期加裝個中島，即刻升級成高顏值嘅開放式廚房。主人房獨立一別，私隱度滿分，空間闊綽，自帶衣帽間同埋全套獨立衛浴。我哋睇下呢個洗手間，簡單改造下淋浴區，成個質感即刻提升。成個主人房空間充足，自獨住嘅舒適度會直接拉滿。另外兩間房尺寸均勻，採光全部到位，做睡房、書房或者客房都完全冇問題。最後我哋嚟睇下呢個後院，後院係轉角位，空間較細闊落，私隱性又強，平時招呼親朋好友都非常之方便。呢間屋雖然樓齡耐少少，但簡單翻新整理下就可以直接入住啦。